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3年的6月26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6篇11节到17节，创世纪第16章第1节到15节，启示录第2章第1节到第7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起初的爱。在政治上，我们总是会看到一件事，那就是换个位置就换个头脑。因着明年初即将要大选，最近有许多政治的问题都再度的被提起，例如说与中国的服贸协定，在10年前被一群大学生以这个抗争的方式闯入到立法院给阻止了下来了。这当中有人借此得到的益处，成了热门的政治人物之后呢，有许多人因此在政治舞台上面开始了这个参与因为他们得到了一些益处嘛，甚至有人这个开始组了一个新的政党结果经过了10年，我们看到其中得到很大利益的政治人物，却提起了重启服贸。那这个就是换了位置，换了脑袋了另外，我们也看到好几个他们当时候的发言做法，都和这个起初他们所发表的反对已经是完全的不同的。他们已经失去了那一种义愤填膺、正气凛然的态度就已经是完全不一样判若两人。我们可以说，这些人得到了益处，就完全忘记了当时候自己的初衷。也看到他们这个得到了位置之后，脑袋就完全变了。基督徒的信仰其实就像这样，更是要谨慎。是不是我们在教会待久了之后，就会失去了警觉心，或是受了环境的影响，受了根深蒂固的这种文化的影响，也受了利益取向的影响，也可能因为没有好好的灵修习惯生活，而失去了起初的信心与爱心，影响了我们在教会的生活，还有教会的发展。亚伯兰以及他的太太撒来，他们因为没有孩子，他们心里就着急了。特别我们看到那位呼召他们出来的上帝，给了他们一个应许，要他们有儿子有后代，但迟迟都没有实现。结果呢，撒来就想了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撒来使用自己的女婢夏甲。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根本就已经没有信心了。他们对自己没有信心，因为他们的年纪大了，怎么还有可能有生育的机会呢？更严重的问题是，他们对上帝的应许失去了信心。我们可以从他们找这个夏甲来生育，以及挑选仆人之子的事情上面看出来，他们是没有信心的。不但如此，他们还把责任推卸给上帝。圣经记载撒来的话说，撒来对亚伯拉罕说：“上主使我不能生育，请你跟我的女仆同房吧。
也许他能替我生一个儿子。要不然他同意了撒莱的话。真的是上帝使撒莱不能生育吗？当然，就从撒莱的角度来看，使人生育的是上帝。当然，他就把这个不能生育的事情就怪罪了上帝了。但是如果这样的话，他们为什么不能够如同当时候受到上帝的呼召，离开本族本地夫家一样的信心坚定来跟随上帝呢？我们可以说，撒莱已经忘记了起初对上帝的爱心与信心，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他们选用了夏甲是误入歧途，而夏甲呢，我们也可以说他是非常标准的一个政治型、政客型的人物了哈。圣经这样记载了哈，亚伯兰他跟夏甲同房，他怀了孕，一发现自己有了身孕，就骄傲了起来，瞧不起女主人撒莱。而事实上，始作俑者是撒莱，还有同样的怪天怪地，并且怪起了亚伯兰。他说：“都是你不对。”那丫头才敢瞧不起我，我把她交给你，她知道自己有了身孕，就瞧不起我。愿上主在你我之间主持公道。亚伯兰呢？当然他也是失去了信心啊，所以他才会有夏甲以及以实玛利的事情发生嘛。虽然人因为困境、利益还有位置都改变了他们的初衷，这个在信仰上面我们称为忘记了起初的爱心与信心。但是上帝并没有因为这样改变他对亚伯拉罕以及撒莱的应许，因为这样的应许，上帝也赐福了夏甲以及以实玛利。上帝的天使这样对以实玛利夏甲说哈，上主的天使说，你要回到女主人那里，顺从她。天使又说，我要使你的子孙众多，没有人能数算得出。你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以实玛利，因为上主听到你的诉苦。你的儿子将要像一头野驴，处处敌对人，也要敌对人，也要敌对他。他要跟亲族隔离，独自生活。于是夏甲自问：我真的见到那看顾我的上帝，而还存活来述说这件事吗？于是他称那向他说话的上主为看顾的上帝。因此人家叫那一口井毕尔拉海莱。这口井在加底斯和这个巴列中间。夏甲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就给他取名叫以实玛利。在约翰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当中，他提到了他们失去了当时自己的信心，因为他们遇到了许许多多的逼迫跟苦难。约翰说，那位右手拿着7颗星、7个灯台在这个当中行走的，这样说：我知道你所做的，你怎样辛勤的工作，怎样的忍耐，我也知道你不容忍坏人，曾考验那些自称是使徒而其实不是使徒的人，认出他们是假冒的。你有耐心，曾为我的缘故经历患难，从不退缩。
但是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已经失去了当初的对我的爱心。你想一想，你已经堕落到什么程度了？你要悔改，恢复当初爱心的行为。如果你不悔改，我要来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拿走。不过你有一个优点，就是你跟我一样恨恶尼哥拉派的所作所为。圣灵向各教会所说的话，有耳朵的都听吧。至于那得胜的人，我要赐给他权力吃上帝乐园中生命的果子。约翰劝勉基督徒要悔改，当然要先认罪了然后才能够恢复当时候的爱心跟行为，才能脱离当时尼哥拉派这一堆道德低落的这些人的引诱，才能得胜，才能蒙福，然后可以如同圣经所说的，上帝要赐给他们权力吃上帝乐园当中生命树的果子。诗篇86篇11节到17节。上主啊，求你指示我该走的道路，我要顺服你的真理。求你教导我怎样敬畏你。主我的上帝啊，我要一心颂赞你，我要永远的宣扬你的伟大。你对我的慈爱那么的浩大，你救我脱离死亡。上帝啊，狂傲的人前来攻击我，凶残的暴徒要杀害我，他们不把你放在眼里。主啊，你是满有慈悲怜悯的上帝，你不轻易发怒，有丰富的慈爱与信实。求你顾念我，怜悯我，求你赐力量给我，拯救我，因为我像我母亲那样侍奉你。上主啊，求你向我显现你的良善凭据，使那些恨恶我的人惭愧，因为你帮助我，安慰了我。求主帮助我们坚持起初的信心与爱心，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境况，感谢上帝让我们有你可以依靠。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